黃琪基，好，你一起步超易穩，橙3慢少少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，中間英俊飛區咧，外邊呢有魅力之遙啊，追出高高至高第4位，星環第5位，粉紅衫活力拍檔啊。咁啊，中檔位置仲有呢隻咧就係風將啦，內欄嗰邊就安刀啦，後邊嗰5匹馬啦。咁啊，起風連啦，尾4橙3超易穩啊，尾3內欄啦有金匯千歲啊，然後2匹馬型好威風，北斗福星內欄呢就暫時包尾啊。好啦，向住呢個1000米嘅段柱進發啊，前面呢就好鬆容擺咗喺前面走咯。英俊飛區啊，響外邊係魅力之遙嚟㗎。咁啊，第3位嘅馬外邊位置係高高至高啦，內欄進佔第4係安刀啊，中間第5位粉紅衫有活力拍檔啊。咁啊，再見到啦，中檔位置白衫紅帽星環啦，內欄白衫上咗少少呢，仲有金匯千歲啊。後邊嗰5匹馬分別有風將、起風連啊，尾3位置就北斗福星，橙衫中間夾住響尾二呢就超易穩啊。暫時殿後響外邊呢就型好威風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英俊飛區都好輕鬆啊，佔先嘅第2位嘅馬啦，中間有魅力之遙埋邊呢，紅帽就安刀啦。再見到中檔位置有高高至高，粉紅衫第5位到啦，響中檔有活力拍檔啊，出邊追嘅馬有星環啦、起風連啦，大外檔係型好威風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英俊飛區埋邊仲有少少嘅優勢，中間魅力之遙上嚟過佢啦，但係中檔粉紅衫活力拍檔衝勢亦都相當凌厲，後多層啊嘛，埋邊金匯千歲安刀啦，出邊仲有隻星環，最後100零米啦，佔先嘅嘛係中間位置活力拍檔啊，埋邊英俊飛區第3名呢，係咪魅力之遙先呢？因為追上嚟嘅嘛有白衫金匯千歲，6衫仲有隻北斗福星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活力拍檔咁啊成功挑戰16米贏馬，英俊飛區都有頭有尾㗎啦，響埋邊嘅第3名嘅馬呢，12號魅力之遙咁啊機會高啲嘅，第4名就要影啦。咁啊分別有白衫金匯千歲，機會高過出邊嘅北斗福星，叫做有得影相啦。咁啊嚟到第8場，何澤堯夾住呂健威馬房就贏馬啦，活力拍檔啊！咁啊跑第2名嘅英俊飛區繼續擺前啦，魅力之遙呢就